前噶达耶那尊者所说，口师俘虏达其母，怀抱杀敌之焰土，妻子砍食丈夫骨，轮回之法其稀有，诚稀有。从前藏王智松德赞的王女莲米公主17岁时去世，法王智松德赞问阿斯里莲花生大师，我的这个王女莲米公主看来是一个术业精进的人。好，前面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前面噶达耶那尊者所讲的这个部分是好像有一个故事的，应该是在这个普贤上师言教里面，好像这里就是只讲到他的这个4句，然后把这个故事的方面就没有。37页有故事。啊。故事在前面37页那边，之前有讲过。之前已经讲过嘛，对。所以呢，这里就只有提到这个，然后这个故事的部分今天也不用再特别讲，大家应该知道。而且没有的话，以前没有讲过的话，也是后面会出现的。没有出现的话，那应该是前面已经讲过的。所以接下来呢，就是一个那个国王智松的3个莲花生大师，然后寂密大师，他们三位呢，就是在整个的藏传佛教的一开始这个开创的非常重要的任务。那么智松德赞那个时候呢，就是藏地的国王，然后寂密大师跟莲花生大师都是印度那兰陀寺的大教授堪布班智达。所以这里有提到就是莲花生大师以及寂密大师他们都在藏地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发生的故事。因他转生为我什么智松德赞的女儿，并遇到了你们这些犹如真佛凡的大智者、大意识。但为什么他的寿命如此短暂呢？莲师说，你的这位王女莲密公主，并非因为术业清净而转生为你的王女，而是因为以前我莲花生君王你以及菩提萨埵曾转生为3个月种儿子，在修建夏隆卡修大塔时，莲密公主转生为什么？毒蜂他叮入君王你的什么微血管，您无意中用手擦拭而杀死了那只毒蜂，所以是因为当时的命债而转生为你的王女。藏王智松德赞是真正的文殊菩萨，他也有这样有业缘而生的后代，何况说其他的众生呢？现在我们这些人与父母有血缘关系，他们对我们的关怀疼爱是不可思议的。如果我们发生了痛苦或不愿意的事，他们比自己出现这类事还悲伤。但是以上这全是往昔互相加害而转生的宿缘，如今成为自己怨敌的这些人也是同样，他们在往昔世世代代中都曾做过我们的父母，现在也是一样。虽然认为他们是仇人，但他们也不一定对他们对自己有害。虽然自己认为他们是怨敌，但他们有的也不认为自己是怨敌。即便将自己视为怨敌，他们也没有能力加害，也有以怨敌加害之因，
是暂时今生的名誉真上，只有正法，比成就究竟力了。如果自己以各种方便随顺他们的心意而说些相应的如何话语，那么成为亲友也并不困难。同样，现在认为是亲友的这些人，也有子孙欺骗父母，甚至残杀父母的，也有许多勾结反方的愿力联合抢夺自家财产而经常发生争斗的。如果他们与父母和睦的话，出现痛苦、不快等事情，则父母比自己出现这类事情还哀伤，为亲友子孙等累积了大量的罪业，后世被引入地狱之中。虽然自己想修持正法，但接受到他们的阻挠，或者对父母与后世等依依不舍而弃持正法，不能得到修持正法的贡献等等，比愿力更加有害。同样，对来世也是如此。现在自己认为是愿力的这些人转生为自己的后代，亲友转生为仇敌等，都是不定的，所以对刹那亲愿的显现只为是有，以贪心嗔心积累这恶业，使自己成为恶趣的堕使。这样做有什么必要呢？因此自己应当对无边的一切众生升起父母与子孙之想，像往昔圣者前辈的传记所说那样，平等看待亲缘。这个部分是我们前面就解释过一些，然后这里面也没有什么特别不清楚的地方，但是也是不能光是说比较没有不清楚的地方，所以就不需要重复的看，也不需要重复的学习的，这种的想法是不对的。那么更有就是比较清楚的地方呢，就是更要去重复的去学习，重复的去看然后这样才是会自己的那个内心的这种调伏感，内心的变化才是会比较明显的。所以我们要修持四无量心的时候，我们前面也一样讲过，就是我们尤其是在共同外潜心的时候，特别重要的就是你没有这些基础的话，就根本就没有办法修持的这些方面，就是前面也是有讲过那个因果这个轮回的，像比如说那个处理心对轮回的处理心，然后慈悲心，然后就那个前面有关像解脱的功德，然后人生难得的部分，下面人生的难得的部分，这些都是一讲课的时候，它实际的用途是什么？尤其是我们这次这个讲课是1个礼拜才一次，1个礼拜才一次的时候，就是有7天的时间可以观修。所以同样的观修，今天也一样，就是从我们十无量心开始修持的时候，今天先讲到了那个十无量心。那么我们就是回去以后呢，就是在下礼拜6之前呢，都是在任何时间有空档的时候，都是要去观想十无量心，观想十无量心。那么就是我们就要那个观想那个十无量心跟十无量心的这个禅定，然后就慈无量心跟慈无量心的禅定，跟慈悲无量心跟悲无量心的禅定，喜无量心跟喜无量心的禅定，这些都是先想过程。过程是什么？前面所讲的这些过程。我们今天先讲十无量心的时候，一切众生跟我之间的关系，都是把它拉入在这个平等心之间，没有烟没有尘，就像前面讲的一样。因为众生呢，就是过去自己的爸爸，我们今天吃的肉，
也许是可能是我爸爸的来世的，就是这一世当中，这个我吃的这个动物，也许不是说，也许这也是过去的我的爸爸或者我的妈妈。那就这样的情况下，连他的肉都是有在我吃，那我就现在就是最疼爱的自己的怀里的小孩，那也许可能是过去杀死我的，或者是杀死我爸爸妈妈的，都有这些可能。事实也是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完全没有办法分别。那么为什么说可以做那个十五良心呢？为什么能做得到呢？因为事实是这个样子的道理。因为我们不懂，所以佛陀是已经都知道。佛陀没有任何不知道的，所以全部都知道。就是因为获得了遍知佛的果位，所以呢，他就给我们讲出来的一一的道理。所以我们真正的所有的事实的道理知道以后，完全没有任何办法产生一个分别，就是这是我方，这是他方。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想到这些过程的时候呢，就非常的重要。然后最后就是进入这个入定，这就是过程跟最后的这个禅坐，这两个都是非常需要的，然后在每次打坐的前面呢，就是要先观想，再先去想一下这些过程，一切众生跟我们之间的过程。那你也可以想最喜欢的人，你也可以想最不喜欢的人，可以想所有一切的众生。那有的时候就可以想，尤其是我们这次讲发心的时候呢，就是主要是发心是主要是什么？为了要升起菩提心的缘故。所以呢，为了都是要用来发心，就是作为我们要那个成长菩提心。所以呢，就是慈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慈悲喜舍都是很重要，但是为了能够可以产生慈悲，所以先把这个摄无量心，摄无量心没有到，我们的慈悲就变成这种偏心的慈悲，就是分别念的慈悲，就是这个不会就是这个安慰一切众生的一个慈悲。난저 완론 주가야 저번 저래 저강 저와